嗨，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咱们这个车子的车是怎么来的。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咱们这人类几千年的这先进工具嘛，它是怎么命名的？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汉语原发性的语言呢，还是说外来词儿呢？这个大幕也要揭晓了。这个讲学嘛，应该是规规矩矩的讲，但是呢，这个咱们是自媒体在讲，所以说应该是要有故事性，要有悬念啊，然后大家才会听得更津津有道嘛，是吧？不能像这个教科室里面给大家教室里面给大家讲课一样，那样的话，反正是，唉，我们得是吧？因为这个自媒体的是你有吸引力，人家才过来听，不然的话，啪一关，你你就没有收视率了。不像教室里面，教室里面不担心这个呀，教室里面都是打卡的，现在都先进了，都打卡。也就是说，哎，你要逃课不听的话，那要受罚的。所以说，老师基本上是不担心说我这个收视率问题。这就是其实你说讲的内容都差不多，但是这就是一个自媒体的讲法和这个学院派的讲法有一点区别，就区别在这儿，根子上就区别在这儿啊。然后开始讲啊，车车 truck， 英语是 truck， 还有蒙古语是 Turk。你们觉得有一点相似吗？有很多人是找共同点是很厉害啊，不是找这个区别是很厉害，但是联想的时候就是这个事物的区别，他认识的越明白，这个联想在这块就会，因为这俩是根本就是矛盾的嘛，对吗？你把事情分开的越清晰，它这个原来的连接就会变得越模糊嘛。呃，我的特点就是这个事物的连接这方面做的比较有趣啊。其实他们是同源词，直接讲吧，由于时间关系，必须在十分钟内讲完。然后怎么证明呢？因为这个字根呢，还有一系列是相同的，很接近的。比如说蒙古语 Turk，其实就是中间有一个长音而已，Turk，就这样区别。然后呢，Turk 就是就是汉语的转，然后呢是圈，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圈子的圈圈的圈，转是圆的东西圆的东西才能动起来才是转嘛，所以说这个必须要概念要弄清楚了就明白了。然后呢，turn 就是turn 就是转，嗯，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找规律了，就是 truck 车 truck 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人类的一个工具是吗？这个工具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想一想吧，我们想一想，车子就我们必须要回到古代啊，回到就是车子发明的那一个年代，应该是5000年前吧，五六千年前发明了一个车子。那么车子和原来的工具，我们的工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对吗？我们原来也可能会用一些
担架担东西啊，也是俩人抬也可以，哎，一个板子俩人抬东西啊，对吗？其实就是车的结构就是上面一个板子，下面两个轮子嘛，两个轮子就是圈圈，两个圈圈，也就是说。其实车的结构，那个上面的板子原来本来就是我们会做，我们人类会做板子啊，这个板子也有它的名字。然后现在这个板子和轮子轮子这个圈圈哈，原来圆圈我们原来也是有名字的，哎，圈有，板也有。那么呢，两个把一个板子和一个圆圈结合起来，做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怎么命名它呢？那么这板子呢，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先忽略掉啊。这个车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圆圈在转，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来命名了。其实转就是转就是圆圈才能转嘛。我们什么叫转，对吗？圆的东西我们才叫转嘛，对吧？这样一转不就是圆的嘛？所以说这个 turn 转啊 turn 蒙古语是 tir 啊，用这个来命名这个工具啊 turn 这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变成工具的名称的时候呢，就会变成 Turk。当然，这个 Turk 呢，turn 是可以 turn 看到没有 turn 是可以变成 turn 的这个特是可以变成 只要你快速念了以后，它就变成 所以说英语的很多这个为什么它字母现在还是念特，但是呢，我们特热加起来呢，我们就把它念成彻这个特彻就是这么转变的。所以说这蒙古语还保留了原始的读法嘛。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蒙古语的可以追溯到这个古代英语的原始读法也是 Turk，然后后来为什么变成 truck 呢？那可能就快速读了以后就变成 truck。汉语它也是接了这个演化以后的状态，但是蒙古语里面应该是留了最古老的读法吧？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我们对照看嘛，因为 turn 和 Turk 如果真的是同源的话 ，truck 真的是从 turn 来的话，那这就可以这样推理出来了，对，就是这样推理出来了。然后呢，其实这个 turn 往后发展了以后，它也变成 tourism 旅游，其实蒙古语也一样 ，turk 它还是旅游的意思。汉语它转悠，它还是旅游的意思啊。这是后话，可以。主要就是我们这节课最主要的要说明的是这个车是就是一个转这个词儿来的 turn 来这个字根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收看。